一般人大概有1/3嘅時間都用喺睡眠上，要瞓得好就梗係要揾一張好嘅床褥。今期嘅選擇就介紹咗25款厚薄不一嘅雙人床褥表現。咁究竟一般嘅床褥測試係點做嘅呢？即刻帶大家去到歐洲嘅實驗室睇睇。實驗室揾嚟唔同身高體重嘅測試員，瞓喺床褥上面，再由佢凹陷嘅幅度計算翻床褥對承托身體嘅表現。有人話一張床褥可以用10年8載都唔會變形，咁個測試係點做嘅呢？答案就係用呢一個大概重140公斤，即係300磅嘅滾筒，喺床褥來回滾動3萬次，模擬床褥瞓咗一段日子之後嘅表現。結果發現，有床褥嘅厚度喺測試之後足足減少咗15毫米，亦都有樣本嘅減幅喺2毫米或以下。瞓覺就最驚隔籬嗰個翻個身都震到你醒，咁點測試床褥嘅穩定程度呢？方法就係用呢一個超過17公斤嘅硬物撞擊床褥，量度床褥震動嘅情況，用嚟模擬上床起身同埋轉身嘅時候所產生嘅震動。如果床褥震動得太多，就代表佢嘅緩衝能力唔夠，可能會影響自己或者伴侶嘅睡眠質素。想今晚有覺好瞓，咁就記得睇468期嘅選擇，教你如何選擇一張啱自己嘅床褥。